10分鐘帶你了解宇航商城，一個真正屬於消費者嘅創業平台。你有冇試過有種感覺，每個月出完糧，轉個頭就使晒，買客嘢、交客啲開支費用，啲錢就好似蒸發咗咁，一下子唔見晒。其實你有冇諗過，平時使嘅錢係可以累積變成收入？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一個理念好簡單，但方向好唔同嘅平台——宇航商城。首先，點解我哋需要一個新選擇？我哋而家一齊諗一諗，平時買一件商品使嘅錢最後去咗邊？其實一件商品入邊可能有超過60%嘅錢，都係商家用喺廣告、代言人、中間商、渠道成本度，而我哋消費者呢，就只係俾錢嗰個，冇份分，冇份參與。以前好多人為咗打破呢個局面，都試過做傳統直銷，結果本來想創業，最後變成囤貨、追數、傷人情，做唔到生意又歸零，到最後錢未賺到，朋友又少咗。而宇航商城做嘅其實係一件好反傳統嘅事。宇航商城有一句說話叫做回歸本質直銷，即係乜意思呢？咁簡單講就係喺宇航商城買嘢嘅人同分享嘅人其實係同一種身份，你唔使硬銷，唔使送貨，唔使收錢，更加唔使囤貨，你只需要做一樣嘢，就係換個地方買你本身就會買嘅嘢。喺宇航商城其實冇話你一開始就要做生意，你可以從3種身份開始。第一種愛用者，純粹當自己慳錢買嘢用得唔啱，30日內可以退換，你就係一個聰明消費者。第二種分享者，你用得好，介紹分享俾朋友，平台會將本來用喺廣告嘅錢分翻俾你。第三種經營者，如果你想認真經營，宇航商城嘅系統會幫你慢慢建立一條屬於你嘅消費通路。好多人其實都係由想慳錢開始，咁最後發現原來可以慢慢變成一份事業。咁宇航商城同傳統直銷最大嘅分別係乜嘢呢？一句講晒，傳統直銷係靠賣貨，宇航商城係靠消費累積，我哋稱為推銷合一，就好似淘寶有淘金幣，HKTV Mall 有摩多拿，YU 有 U 積分咁。不過宇航商城唔止回贈購物積分，仲可以換走埋現金，你唔使跑業績，唔使追 KPI， 你只要正常消費、正常分享，慢慢你嘅累積就好似滾雪球咁，一直滾一直大。傳統直銷好似擔水，一停手就冇水飲，宇航商城就係鋪水管，一鋪好水就會一直流。再加上宇航商城背後係一間自1988年起深耕沙棘健康產業嘅公司，一條龍包辦蒙古小果沙棘嘅育苗、種植、採摘、產品研發、生產、銷售同服務，佔據90%，全球沙棘油出產量穩佔行業 No.1， 被稱為液態黃金嘅沙棘。喺一粒細細嘅小果入邊，就有206種對人體有益嘅天然營養，被譽為嚟自中國嘅奇蹟藥草，可以有效治癒心腦血管疾病、肝病、痴呆同各類炎症。正正因為咁獨特嘅產品，就最適合推銷合一呢一個模式。宇航商城嘅沙棘系列產品，唔係話即刻醫好晒你身體嘅病痛，而係幫身體慢慢回到一個好嘅狀態。好多真實用家見證，用完都話精神好咗，消化順咗，皮膚狀態穩定咗，病痛少咗。正正就係因為咁，你會願意長期用，先至會真心分享。沙棘唔係一次性消費，而係可以變成你日常保健嘅一部分。呢樣嘢正正就同宇航商城嘅理念扣得最緊。用家用得耐，分享得自然，收入就可以累積得長久。宇航商城絕對唔係一個購物平台咁簡單，佢背後其實已經整合好6套成熟商業系統。輕資本創業時代，唔再需要你自己搞晒所有嘢。第一，日用品系統賣嘅唔係奢侈品，而係人人每日都要用嘅嘢，仲要高品質、低價位、性價比高，剛需市場大，重複消費高。第二，保險服務系統唔單止買賣關係，而係長期信任關係，客戶自然留得耐。第三，電商系統登入平台落單、俾錢、記錄全自動，一部手機就可以做遍全球市場。第四，智慧物流系統，你唔使囤貨，唔使送貨，唔使收錢，公司直接發貨，錢貨分離，安全又輕鬆。第五，資訊科技系統，後台清清楚楚，收入、結構、數據全部即時透明。第六，口碑傳播系統，冇鋪天蓋地嘅明星傳媒廣告，而係將利潤回饋俾真實分享嘅消費者。宇航認為，只要係好產品，自己會講說話，
總結一句，呢六大系統就好似已經鋪好嘅高速公路，你唔使鋪路，你只需要引導人上路，只要有人行，你嘅管道就有價值。其實無論你係只想慳錢嘅普通消費者，想多一份額外收入嘅上班族，或者想認真創業嘅人，宇航商城都有一條清晰嘅路俾你行。由換個平台買嘢開始，到建立屬於自己嘅消費系統，宇航商城唔會一夜暴富，但係會用時間同消費慢慢累積收入。佢唔改變你買乜，只係改變你喺邊度買。最後你想繼續淨係使錢，定係開始用日常消費去建管道？你想每個月為賬單煩，定係慢慢令賬單變成你收入嘅一部分？我相信聰明嘅你一定識得揀。